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期待真久的 BNT 的疫苗，今仔日总算是开始注了。全台湾包括着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等等，总共有5个县市，东部里校园替高中高职的学生来注射。另外，其他的县市，亲像这个高雄市、嘉南市等等，是伫明仔载才要开始来注。啊，讲未少的学生早起一透早，要行入去学校进前，都已经开始咧紧张了。台北市长郭文哲嘛到育成高中来看学生注射的状况，当场就甲学生安打讲，唔通紧张。这位同学注全国第一针 BNT 疫苗，这次注落的总算安心。BNT 头一批疫苗开始注，对象就是高中职的学生。今仔日唔但桃园市全台5个县市，包括新北市、台南市、苗栗县，拢伫今仔日开始注射。镜头来看，台北市透早较无8点的读册时间，但要注疫苗的囡仔心情可能有淡薄紧张。很紧张。那学校有没有特别叮你们一些注意事项？要不要吃太多，然后睡饱一点，就这样。有点紧张，就是可能一些副作用之类的吧。惊青少年身体无爽快，现场注疫苗观察15分钟了后，2礼拜来体育课嘛改做静态活动。若真正有状况，有3天的疫苗才会使请，无算伫处决勤。各位同学哦，不要紧张。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一透早视察育成高中注射的状况，煞安尼讲。可以请假3天的哦，但不是表示说你一定要请3天的，所以看你的良心就可以。郭文哲嘛讲，注射了后的头一暗上有可能有发烧的状况，提醒青少年来注意。台北市第一阶段注射9月22到29，以高中职和5专生等等的对象优先。第2阶段9月30号到10月初6，则是高中生、和学生拢会使注到疫苗，是目前注射计划上重要的任务。